係錯晒。個問題係你香港由林鄭2009年話強制驗樓，跟住喺市區重建局整個叫招標妥，跟住乜柒都唔妥，然之後出到嚟呢，就俾人哋見到有個肥豬肉，然之後就俾人圍標，圍標政府呢，就推出招標妥，跟住監管不力，監管不力嘅時候呢，推落地盤嘅時候，嗰啲居民發生呢啲發泡膠封窗，嗰啲假嘅棚網，然之後咧你嗰啲立案法團委員會主席啊徐滿金就俾人哋就同人哋話：喂，你嗰啲嘢燒嗰啲咁嘅棚網啊，嚟真啲啦，唔好咁流啦咁。跟住好多居民去投訴消防局、房屋局、勞工處，食煙就冇人食煙，勞工處嚟巡查。棚網咧，連鄧炳強都舐咗嘢，就話人哋嗰隻係阻燃嘅。跟住咧，再去到發泡膠工窗，消防處又話唔關佢事，屋宇署又話唔關佢事，所有部門都唔關佢事。但係你成單嘢係政府強制驗樓，踢出招標妥，跟住俾人哋見到嚿肥豬肉擔嘅時候偷工減料，再引發呢個世紀大災難。最後尾呢啲所有嘢死咗168人，跟住而家咧。啲單位俾人哋連環爆竊，所有嘅二次傷害發洩喺一個煙頭度。邊條地盤工人而家食煙呢？所有政府嘅政策就係針對嗰個工人，就攞嚟祭旗，就係話不義咯。即係呢啲真係完全係喺一個弱小或者弱小嘅普通嘅草根市民嘅一個人行為啊，佢認為可以享受，或者認為可以令到佢嘅生活壓力減低。喂，佢冇罪噶嘛，大佬！你知唔知佢呢單就係安全帶事件？本身我哋而家攬安全帶，唔攬安全帶罰4嚿，坐的士罰4嚿，你坐巴士唔攬安全帶，成日罰5000。喂，跟住嗰啲巴士案又唔係多咗，係嗰啲人呢屎忽痕。就揾啲嘢出嚟咧，就當自己有交戰績做嘢，咁即係咧話俾你聽咧，就無情情整笪拉出嚟，跟住仲係拉咗嘢嘅。而家你成個香港政府咧，嗰啲立法會議員咧已經係喪失嘅機能，但係每一個立法會議員咧4年我哋要使3000萬，全部浪費咁多公帑，400幾個區議會全部嘥米飯嘅，全部咧而家咧就好似小學生咁樣，個個都聽話，唔好出聲，唔好機格，唔好機格，乖啊嚇！呢個係佢哋自己形成一個叫咩？係啊，主旋律啊！而家愛國者治，你老味阿爺幾時同你講主旋律㗎？幾時話喂死咗人唔使咩喎？你睇下習主席今日講啊！長沙湖南單嘢都唔關個官事㗎啦，佢嗰個炮竹長嗰條友肯定燉冬菇。喂，你香港咁大鑊，唔好話李家超啊，局長、處長，連一個 AO 都冇人孭鑊啊！係啊，全部咧都有長糧，離晒譜啊！而家香港話俾大家聽，跟住啲友。